世界的。我们衷心期盼绽放在拉祜山乡的朵朵服饰之花，能漫山遍野，吐露芳华，成为服饰百花园中一支绚丽的奇葩。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观众朋友们，2006阿鹏阿农女暨葫芦节多情的土地民族服饰展演到此结束，祝大家晚安。